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个热点话题。前不久，网上流传一个谣言，说关于80后说多少都已经去世了，80后的死亡率远远高于70后、60后等等，就那个谣言。这个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官方也进行了辟谣。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能够引起大家关注？它反映了当下的一个什么一个心态？有正常逻辑的人、正常思维的人，恐怕都能分辨出，这恐怕应该是一个谣言、假消息。但是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相信，或者是叫戳中了大家泪点？这个值得深思。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叫假死亡率数据戳中80后的真焦虑，也就是80后的焦虑，随便拿个东西一点播一下，它就爆发了。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么个现象。这个文章他说，中国网络流传一组关于80后死亡率达到 5.2% 的虚假数据，激起80后群体的焦虑情绪。中国互联网上一组关于80后群体死亡率的虚假数据，竟意外触发了这个时代的焦虑情绪。这组宣称取自第7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80后死亡率已突破 5.2%， 相当于每20名80后就有1人去世，死亡率甚至高于比他们年长10年的70后群体。上述留言声称，80后死亡率较高，主因包括职场压力、996工作制、房贷负担、过劳死、抑郁导致自杀等。这组耸人听闻的数据，今年2月在一些微信公众号上传播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80后网民震惊之余，也借机表达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不满。网络上更有不少自媒体发文，形容80后群体被时代诅咒的黄金一代，被时代透支的一代等。中国官媒很快发声，为这股集体焦虑降温。央视新闻2月21日引述长期从事人口发展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李婷说，上述数据与事实严重不符。这个李婷指出这些数据所引述的第7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时间范围是2020年，显然无法预测2024年的死亡率，且人口普查不针对特定群体，因此不可能会出现80后群体的死亡率数据。其次，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死亡率指标的解释是用年死亡人数除以年平均人数再乘上1000%，也就是说死亡率的单位是千分之几，5.2%的死亡率的数字显然有错，甚至还不专业。李婷通过公开统计数字计算后得出，80后的死亡率不仅低于70后，也远低于 5.2% 这个数字。他认为网络上流传的虚假数据可能源自人工智能模型在回答问题时抓取了不准确的信息，并给出错误答案，后来被自媒体包装成权威结论进行传播。有网民他也不信，他就在这个叫月之暗面旗下的这个 AI 模型叫 Kimi 上也测试，看看专家说的对不对，发现该模型也给出80后死亡率达 5.2% 的答案。我在很多节目里说了，目前的人工智能咱们还只能把它用作娱乐，用作一种调侃，或者用作一种借鉴，它的思路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但是你不能真的去把它东西照搬照抄，这个大错特错。所有涉及到数据好像他们都是截止到什么2023年，最快的也是2024年。这胡锡进老师就抱怨这个人工智能给的数据那是开玩笑。所以说目前为止，这个人工智能它能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呢？就是调侃，就是娱乐，你借鉴一下它的思路，不能真的招方抓妖。有很多人拿这个人工智能 DeepSeek 看病，还挺像那么回事，但是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开玩笑，还得去正规医院找医生看一下。中国公安部网安局星期二就是3月4号播报，这些虚假数据来自网民夏老师在上海发布的视频，80后到底还剩多少人？目的是为了吸粉引流，贩卖保健品。你看看这人多坏吧，就为了卖他那个3瓜2枣的，就不惜制造谣言搞流量。官方通报称，个别网民为挑拨情绪售卖保健品，继续捏造70后死亡率却低于80后，同学已经有几个提前走了，认识的80后已经挂掉了3个等系列谣言，造成不良影响。网安部门对包括夏某在内的3名涉事网民予以行政处罚，对另6名涉事网民予以批评教育。他的行政处罚也就是不是刑事，也就是说对他
他的处罚还不够严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假数据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人关注、热议、讨论？这是我们要更认真对待的。所以说，这个假数据折射出真焦虑。尽管这些虚假的数据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但诡异的是，起初仍有不少网民对此深信不疑。这个很正常，咱们网民的年龄平均年龄是8到15岁，你可不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所以认为这些数据并不假，使上述谣言得以像流行性病毒般传播。在部分80后网民看来，相关数据折射出他们心中最真实的焦虑。80后群体在面临巨大生活压力的时候，痛苦、疲惫、无助无力、迷茫困惑，激起了他们对这些谣言的认同感。在官媒辟谣贴文的下方，就有网民留言写道：虽然死亡率可能有假，但不可否认80后和90后是最累最难的一代，压力最大，光是活着感觉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某种程度上说的也对，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在198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多享有集全家关注于一身的待遇，80后群体也因此一度被称为小皇帝。没错，我有印象，80后90后我记得过去经常有人写文章，这个都是小皇帝，因为他是独生子，那个时候条件也好了，他会得到更多的关爱，人人都像个小皇帝。这群独生子女成家立业的时候，小皇帝的身份却反过来成为他们肩上沉重的负担。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一代，80后群体既要独自承担50后60后父母的退休生活，又是00后10后的父母亲。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多，预期寿命不断上升，身为中间世代的80后需要承担压力也就更重。1990年至2024年34年间，中国社会加速步入老龄少子化时代，人均预期寿命从68.6岁增长到78.6岁，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从 5.3% 大幅上升至 22%， 就是加速老龄化。除了抚养父母的压力，随着卷学历风气加剧，80后群体还得承担快速上涨的子女教育成本。与此同时，近年来经济低迷不振，让80后群体肩上的房贷、育儿、养老三座大山变得更加沉重。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一代赶上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但等到他们步入而立之年，时代的列车不再快速前进，饱和的市场资源以及日益减少的流动机会，让勤奋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是普世准则。等到80后群体逐渐年届不惑，又爆发了世纪疫情，收入来源不再稳，房子价格也不再理所当然的上涨，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80后的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过了冠病疫情，大环境却没有如期般的好转，手上的资产继续缩水，艰难的就业环境让80后群体更无情的是，报考公务员的年龄限制和互联网大厂设下的35岁门槛早已将他们排除在外。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2023年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85%白领认为存在35岁门槛，其中46.8%的认为过了35岁很难找工作。我觉得这个你不需要调查，你在中国啊，就中国的记者小编他会有深切的体会，深刻而又确凿的啊，你连扫垃圾超过60岁都不行了。然后这个文章他说，此外，由于背负沉重的家庭包袱，80后群体不能像90后或00后那样选择躺平或啃老，面对工作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他们也没有勇气整顿职场，唯有默默忍受。所谓人到中年，忍无可忍，还是要忍。不仅如此，在老龄少子化的加速冲击下，80后群体还很可能成为受延迟退休制度影响的第一批人。有中国网民如此总结80后的一生：少年没赶上教育免费，又遇到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毕业后没赶上工作分配，还遇到金融危机；买房时赶上房价飙涨，结婚时赶上天价彩礼；有了孩子就开始兴起费钱的精英教育；忙着工作时赶上各种税收延迟退休。感觉这个铁
锤是一个接一个的来，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从长大成人到立业成家，80后群体持续在社会变革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或许因为这些经历，80后群体比起其他世代有着更加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他们对虚假死亡率表现出的认同，或许也是在担忧自己艰苦奔波了到了最后却无法安详地度过晚年。所以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假死亡率数据戳中80后的真焦虑。我来谈一谈对这个80后的真焦虑。我是过来人，首先80后确实跟其他的这个世代有点区别，因为80后算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尤其是城市里面那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农村的是一般农村政策，如果你第一胎是女儿，那么你还可以生第二胎，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儿，那你就不能再生了。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是男孩也不能再生了，反正就是最多生2胎。如果你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就不能生了。这农村政策，那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不管第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儿。也就是说，相比较70后、60后，70后的兄弟姐妹多，那60后就更不用说了。那么80后算他们这儿是正好赶上独生子女政策，他跟70后相比，他没有兄弟姐妹。然后他跟90后比呢，90后也赶上了这个独生子女政策，计划生育。90后的父母好多都是70后，那正好他们的父辈的条件相比80后父辈的条件好像要好一点。也就是说，这文章说的90后还有可能有条件啃老，那80后啃老的可能性又小一点，他不仅啃不了老，这上面还有老还要养。所以你这么一比较，所以80后还是跟90后和70后稍微有些区别，但是这个区别有多大呢？你说影响有多大？这个不太好说，因为个体差异不一样。这个我要说，这是80后的和其他的这个时代不太一样。那00后就更不一样。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关于焦虑，我在很多节目里面都说过了，我不认同什么后。这个10几年前媒体报道都喜欢是90后怎么样，90后怎么样，现在都是报道00后怎么样，00后怎么样，00后整顿职场，00后又是这样，00后又是那样。这个媒体这种报道实际上就是加剧了这种焦虑，感觉这前面人还没老，觉得自己还可以大放光彩，结果这00后已经跑步登场，而且开始整顿了，这实际上就是加剧这种焦虑。实际上这种宣传没有意义，因为你再过10年就开始10后了，再过几年又是20后。我们老说几后，实际上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80后那现在就是40岁，人到40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你为什么非要加个80后呢？70后到40岁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差不了多少。同样90后等他到40岁的时候遇到问题还不是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你以一个人的这种他的这一生来看，40岁实际上30岁40岁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相比较他的20岁和后面的60岁，他40岁应该压力本身就是最大。这种压力实际上跟年代关系不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困难，所以制造这种焦虑，这本身就不对。每个人要放缓自己的心态，调整心态。也就是1980年的那个40岁和2020年这个40岁，他们一样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说轻松的。80后不管怎么说，他没有饿肚子，70后饿个肚子，对吧？70后饿肚子少了，60后是饿个肚子，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个子普遍矮。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那60后普遍没有高个子。你看现在00后，你在那个小学门口接人的时候，那很多5年级6年级小孩都1.7米几。80后小时候他的物质条件远远超过70后。70后即便没有饿肚子，但是他肯定缺副食品，一个月吃一回肉，逢年过节家里来了贵客才可能会称肉买肉杀鸡。当然城里面可能稍微好一点，农村里面那70后是缺这些副食的，早上咸菜，中午青菜，晚上还是青菜。但是80后已经改观了，80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的教育水平、人文发展、文明精神都比70后要好得多。有很多人说80后现在多辛苦，你错了。70后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就是打工的第一批打工的可能是60，但是打工潮是70后，就那个时候正好90年代，他们20多岁，那个时候你也考不上大学，因为那个时候考大学100个人里面只有5个人能上大学，剩下的95个人，对吧，都要去打工，都是农民。你80后赶上扩招，上大学的几率大得多。那70后基本上没有扩招，90%几的你都得去农民，那他们就是第一批打工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你打工了1个月2月，人家不给你工资，你都无处申冤。你现在对吧，80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是2000几年，环境好得多了，对吧？他如果是81年的，他20岁，2001年那时候已经好得多了，但是也赶上了尾巴。我在我的节目里面说过很多，这70后到城里面打工，到深圳你得有边防证，你得办证，对吧？没有证就进不去，有证的进去了之后，面临着随时把你抓起来赶走罚款。北京你得办暂住证，实际上你也办不了，大街上把你拦住了，你有没有暂住证？有
他把你没收了，你就没有了吧？你说没有，那对了，那你就上车去昌平筛沙子。为什么筛沙子？因为你没钱，该够路费，够买一张火车票，把你遣返回你的那个省会。比如说你是江西的，那就帮你买一张从北京到南昌的火车票，叫遣返回去。跟特朗普现在干的是一模一样。特朗普在美国呢抓住了非法移民，对吧？给你整张机票给你送回去，搞个包机给你送回去，一模一样。80后没赶上这好时候，至少他们出去打工的时候，已经各个地方都欢迎他了，他是成了建设者，态度已经变了，环境也变了，而且后面也劳动法出来了，你到现在越来越完善。你比如说农民工出去欠谁的工资也不敢欠农民工的。70后没有赶上这好时候，劳动条件你看看，70后打工的时候1个月800，你得干12个小时以上。那个时候没听说过什么8小时，更没有听说过什么加班费。那你干12个小时是应该的，没有加班这一说。70后哪个不是累得一身病呢？你对吧？你回去问问70后，那你的父辈，尤其是那些干苦活的，什么拧螺丝的，什么矿工、工厂的，哪个不是一身病？他的苦往哪儿说去？那是一个时代，你说大家都一样，你说也没人听。你要说人家说你矫情。很多影视作品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什么黑砖窑那些矿工发生那些事情。那70后遇到的都是高峰期。70后打工有周六周日吗？有节假日吗？没有的啊，全年无休。周六周日还是后来加入 WTO 之后双休，以前是单休。以前是什么？以前最早是单休，但是你打工的人没有单休，因为他都是计件的，你干一件5毛钱。比如你那个时候纺织比较多，做衣服的，你一件衣服3毛钱，一天做多少就多少钱。所以说这很多事情就怕对比。90后不管什么后，你老是看到自己的压力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别人都是好处，你看到70后好像都是沾了光，这时代发展的光，到我这儿机会没了。其实说出俗话就是你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所以你这么一比较就焦虑。你要比较一下，那70后是冒着去昌平筛沙子的风险去打工，而且没有周六日，没有加班什么，你没有996，直接就12或者15个小时，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所谓的80后的焦虑，不是80后这个时代的焦虑，而是他到了40岁，跟70后到了40岁，跟00后到了40岁焦虑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个80后他就会说，你看看那个时候买房子很便宜，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你这个说法又错了。当时房价是便宜，但是有几个人买得起，工资也低，一样的。那现在只是矛盾加剧了，什么意思？就是房价涨得快了，工资涨得慢了。有人统计过说，咱们这20年工资只涨了40%，但是房价涨了100%到200%，房价涨的速度太快，确实这个是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那个时候电视上、专家还有媒体上都在说啊，北京的房价800一平米，谁买得起？你去可以看那个报道，现在还能翻得出。当时房价800多一平米的时候，专家都说你太贵了，老百姓哪个买得起？一样的。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房价才1000多、2000多，专家都说这房价要跌，怎么可能涨？理由就是老百姓没钱了。你看房价已经涨了10万、20万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大家都没钱。不要拿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候房价便宜，那你不看那个时候收入，有钱人都是少数的。但是有一点是，这个70后的赶上个什么呢？赶上房价一直在涨，那时候闭着眼上车，对吧？你咬咬牙，因为70后炒房的人都是少数，咱就不说了，咱说的是正常，都是结婚没办法要买房，你不买房怎么结婚？好，被逼买一套房，完了之后过了3年有了小孩，房子小了，这是要换个大房，被逼都是这样的改善，他都是没有人说故意炒房的人是少数，说我有目的，我知道这房价要涨，我先买了8套房就等着涨价，都是少数，这种人非常少，这种人最后恐怕房价一跌的时候也破产。这网上绝大部分人实际上都跟我差不多，到底儿没办法买到房，到底儿买到房，哎，正好赶上这房价在涨，它没有跌，所以说啊，这个是一个红利。那现在80后有的人也赶上这一波了，但是有的人没赶上，他晚了。那我们说90后现在正好要买房，30岁、30多岁，你再不买房来不及了，要结婚要生孩子。这个时候工资虽然多了一点，但是房价还是稍微高。最大的问题是房价有可能要下跌，一下跌你要贷款买房，很有可能就破产，这个是比较麻烦。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90后你再扛一扛，对吧？90后父辈他有房，90后他家里有房，那房子说不定就不在他工作那个城市。有的工作城市有房，大部分恐怕那个房子在他老家，在小城市，房子是有的。90后的父亲是70后，你70后，你这个70后没赶上房价涨的时候买房，那你说你得检讨自己，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哪个时代都有哪个时代的难处。你20岁的时候跟00后20岁遇到的难处大同小异。70后考大学难，所以只有少数人能上，大部分人就直
直接打工去了。那00后现在考大学，问题是考上也没用，也只有少数人能上班，能找到工作，大部分人又不知道去哪儿去，跟打工一样。你看你这么一看，反正压力是差不多的，只是考上大学之后心理感受好一点，觉得自己受了教育，实际上你也没工作。那70后高中一毕业，上高中都少，很多初中就直接打工去，上了高中呢，反正也考不上，也去打工。00后是你倒是能好考一点，问题考上也没工作，毕业就是失业，少数人有，哪个时代都一样。要说机会，我倒是觉得这个80后、90后赶上的机会会更好。你不要看以前，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70后实际上跟现在的90后、80后是一样的，都觉得机会没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要是我们再早10年就好了，赶上潘石屹他们跑到海南，对吧？搞一块鱼塘，承包一块鱼塘就开始盖房子。深圳那时候全是小渔村，大发展，需要人在那盖房子。那时候都是想着机会没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一个时代局限性，你的眼界局限了你认为还是过去好。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你可以看到确定的东西，你总觉得现在不好，因为现在不确定，你总觉得未来也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都是这种现象，实际上哪一年都是这样，对吧？所以到现在你总觉得以前好，是因为以前确定你看到的那个形势可以成功了，就像我们羡慕90年代一样，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下海很多人发财，觉得现在机会没了一样的。以我的眼光看，现在的机会更多，只要你有能力啊。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你要想对着这么多观众说话，那是不可能的，你除非上电视台，咱们一共就60多个电视台，你上哪个电视台都得找人送钱，你还得接受各种各样的审查，和连赵本山上那个什么还要送点礼。但是现在你看看，咱们对着手机对着摄像头，你就可以尽情的表演，你可以发到平台，现在全世界都一样。这种媒体资源以前是垄断的，现在是全部扁平化，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能力，你都可以去。过去你就没这资源，难道这不是机会吗？还有很多，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什么 DeepSeek 等等，去也没想过这些啊。所以你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最后我说什么代，无论什么年龄，总有，就如果你要非拿物质或者什么所谓的事业来衡量，总有混得好的，总有混得不好的，都一样，不能搞田忌赛马，把现在不好的跟以前好的比，你总感觉你现在压力大。2008年次贷危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不行，实际上国内除了移动互联网这个行业好像蒸蒸日上，影响不大，其他的行业都一样。2008年深圳有很多业主断供，大家可以查新闻卷，北京上海也有很多人断供。2008年那时候深圳的房价才6000多就断供，大家不要了。你看现在也断供，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年代，它总是面临着选择不确定性。但是这个文章我今天说的就是所谓的00后、80后、90后焦虑，这个跟你什么后没关系，你到了什么年就会有什么样的压力。经济无论发展的好发展的坏，你这压力都有。这个压力有可能来自于你的比较，你跟这个比跟那个比，这个压力某种程度上是你采取了错误的参考系和这个指标，导致自己失衡。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最后一点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我们经济发展了 GDP 世界第2，但是由于分配问题导致大家压力都大。你看这个文章说了吗？80后正好遇到养老，他是独生子，父母只有指望他一个人，如果夫妻俩那上面4个老人，如果说爷爷奶奶长寿，那上面得多少人？确实这个压力，那这些本来都应该是政府去解决，那要健全这个保障体系。80后的父母没有社保，那这个麻烦就大了，一生病不仅还得照顾他工作还全家都没收入，所以要健全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啊，这样给所有的人，也不是什么80后、90后都会减轻负担。35岁职场这个歧视，它不单单针对80后，00后35岁他也不好找工，70后35岁也是找不到工，这个跟00后什么90后没关系，这它就是纯粹的35岁歧视，当然也有可能40岁歧视。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非要贴个什么后，压力都一样，压力还可以代际传。什么叫代际传？你假如说你80后你承担的压力大，实际上反过来说明你父辈对吧？60后承担的压力也大，因为你的压力就是他的压力。某种程度上，这个70后他后代是90后，你70后得到的好处，那90后也会得到，这不传承吗？90后得到的压力，那70后一样的会压力。所以说我们媒体不要去制造这种焦虑，非要搞个80后、90后、00后，我们自己本身也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也要记住了，无论这个时代好还是坏，你到了什么年就有什么样的焦虑。所以你要做的是看怎么调整，怎么样采取正确的参考，拿正确的指标来衡量自己，不要搞那种田忌赛马，减少自己的焦虑。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就你到了40岁，头发要么就掉了，要么就变白，男女都一样，容貌会衰老，这个激素分泌就下降，会导致各种问题，情绪低落，这是年龄有关，跟什么后没关系。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自己要调整自己，不要被这种带节奏，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好，对吧？而看不到别人遭受的苦，谁苦谁自己知道。第二个就是，对吧？还得在分配上下功夫，切实做好这个保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